说刚刚讲的高雄腔的台语，我们自己在高雄放映的时候，结束之后演员就有被很多高雄的长辈包围，说啊这个跟我那个爸爸妈妈的讲的语言其实很像这样子。我们的做这个剧的意图不是复刻80年前的高雄台语，我们是为了让大家不出戏。可是因为不出戏，因为计较这些东西，真的也让这些人唤起了他们某种程度自己的记忆。公那时候下晡3点的时候，迄公仔内底做侪迄个阿嬷阿伯啊，拢伫遐过来一个咧伫遐看花看鸟，啊等下你拄久要困去，迄个时阵你要甲伊开讲，伊足欢喜的。碰时啊无咧看，80外台啊，100外台，啊100讲几台嘛，原来拢各有迄个节目，以后好歹我嘛唔知。啊，佮因的观众是啥物款人？老岁啊。嘿啊，所以讲迄个会敲入去call in呢，吼，啊讲我最近什物所在咧疼，啊，即个什物所在无爽快，无拄好安怎？啊，伊咧讲的话就是要讲互迄个社会人咧听的啊。啊，所以讲你就是讲，不管什么话，不管什么年代话，吼，咱拢爱学起来，啊，变做家己的话以后，吼，你会变做家己的个性。你买当是不是？迄定位就开始开讲。